秦的決心。大王，屈子所言，萬萬不可。秦王為求親而來，願娶我大楚公主，結姻親之盟。秦王曾言道，7國當中最強大的國家只有秦國與楚國，秦楚聯盟，退可震懾5國，安定城邦；進可併吞5國，平分天下。由此可見，秦王對我大楚心懷友善。秦王來我郢都，若寡人直接將他驅趕，未免有些不講禮義了。大王，亂世之中，7國爭雄，我楚國與秦講禮義。若有朝一日大王與秦王逆位而處，那秦王未必會和大王講什麼禮義呀。你是在詛咒大王日後會被秦國所擒嗎？臣未有此意。然秦王乃虎狼之輩，大王切不可姑息養奸吶。大王，兩國交兵不斬來使，更何況楚國和秦國並未鬧翻，5國推舉大王為合縱長，那是因為我大楚強盛，更是因為大王道德楷模。若大王對秦王做出敗禮負義之事，那豈不為全天下人所恥笑？如今是爭雄之勢，禮位之崩，樂位之壞，眾人都不講禮義誠信，然我大楚一直禮義為先，驅趕秦王夷人口實，是寡人平日所不取的。大王，3個月後，5國使臣將至郢都，此事皆是據聞。秦王就在郢都，自然不會不知曉楚國欲與5國立合縱之盟，而這一聯盟將大大不利於秦國。秦王此來，必是期與大王連橫，破壞6國合縱啊！這……大王，在合縱盟約定成之前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大王若會見秦王，無論結局如何，都會引起5國使臣的猜測。也許，這也正是秦王想要達到的目的。大王，秦王也是一國之君，乘意而至，大王若不見他，於情於理都說不過去吧？大王若覺為難，臣有一字可應對秦王。何字？托。托？大王既不說要見秦王，亦不說不見秦王，只言身體不適，事務繁忙。若稍有閒暇，必與秦王杯酒言歡。那要拖到幾時？拖一時算一時。若能拖到楚國與5國結盟已定，秦王聽聞必將遁走。倘若再厚着臉皮求見大王，其生死榮辱，均已操於大王之手。眾卿看呢？這個主意好。大王，臣以為還是不見得好，省得麻煩。大王，臣也認為眼下也只能這樣了。善，那寡人就依屈子所言，拖他一拖。大王，楚王推脫身體不適，避而不見。什麼身體不適？明明是托辭。那就用不着跟他多費口舌，定是有人給他定下了計謀。世間之物，多不可強取，但可迂回。寡人想，那朝堂之上並非銅牆鐵壁，你不妨與你的老友靳尚再多走動些。臣弟已贈與他財物，那靳尚過貪是典型的小人之才。給他好處，向來是有一報才還一報。這種人正合寡人之意。靳尚向來自負，善於鑽營和遊說，氣量狹小，睚眦必報，有着與其才華不相稱的勃勃野心。寡人不怕他貪，就怕他不貪。給他一顆大大的魚餌，讓他為寡人釣上楚國最大的魚。此外，寡人要娶楚國的嫡公主，
那俗話講，強擰的瓜不甜，寡人求的是瓜熟蒂落。上次東市偶遇，可謂天作之合。你不妨去告訴靳尚，讓他多留意